佢係歐洲最為暢銷嘅車型之一，一款深受年輕人喜愛嘅小鋼炮福特福克斯。佢嘅前身 Escort 係福特最為重要嘅車型，曾參加過世界級拉力賽 WRC 並獲得冠軍，一戰成名。但係隨住小型運動緊湊車型嘅流行，喺90年代末 Escort 嘅替代品福克斯誕生。車頭銳利嘅線條同埋獨特嘅車燈，一開始收到嘅評價褒貶不一。不過就係因為呢個獨特嘅外形同熒幕上嘅宣傳，吸引咗唔少年輕人嘅注意。再加上價格實惠同多種配置嘅選擇，前驅、四驅、雙門、四門、揭背，甚至敞篷都有。一登場就榮獲歐洲年度汽車大獎，到咗第2年嘅銷量就突破咗50萬台。飛！儘管第一代嘅福克斯獲獎無數，不過喺早期卻發生咗12次安全召回同埋7次缺陷調查。喺碰撞測試中，車頂支柱發生折疊，存在嚴重嘅安全隱患，成為福克斯前期嘅黑歷史。當然，福特即刻對其進行彌補，解決咗所有遇到嘅問題，並提高其製造質量，並推出性能更高嘅福克斯 IS 版本。搭載2.0升渦輪增壓發動機，212匹馬力，採用大量嘅賽車部件，全限量4501台。咁講到賽車，福克斯喺世界級拉力賽 WRC 亦都取得咗唔錯嘅成績。曾經為斯巴魯攞下3年廠隊冠軍嘅車手 Colin McRae，喺1999到2002年3年時間為福特車隊斬下9次分站賽冠軍。而福克斯 IS WRC 喺1999到2010年11年嘅時間，共取得44場比賽勝利同2次廠隊冠軍，成功為福克斯打響咗名氣。而到咗第2代喺05年。福克斯開始引入國內，同歐版配置一樣，推出3廂同2廂版本，動力分別有 1.8 升同 2.0 升，出色嘅操控、紮實嘅底盤同埋運動嘅外形，好快就成為年輕人嘅選擇之一，甚至到依家都係大學生慢完玩車唔錯嘅選擇。打開動車帝車人庫，搜索福克斯就可以睇到超多車主分享嘅真實成交價同埋用車成本啦。買車選車唔係路。到咗第3代嘅福克斯，銷量迎嚟高峰，從2012年開始飆升，全球銷量超過90萬台，首次搭載新型嘅 2.0 升渦輪增壓 EcoBoost 發動機，並喺2016年將 IS 版本重新回歸大眾視線。呢一台美國嘅小鋼炮喺中國混得風生水起，直到2018年第4代福克斯誕生，銷量突然間驟降，至今已經瀕臨停產。咁點解會咁呢？可能係因為全係改用3缸發動機嘅原因，喺國內並不受歡迎。相對於同級同價格嘅大眾高爾夫同本田思域，就變得毫無競爭力。而喺同年，福特將停產除野馬之外所有嘅乘用車，專注於卡車同 SUV。北美市場最後一台福克斯喺2018年5月正式落線，之後只有中國製造嘅版本，美國品牌中國製造，再進口翻美國。所以我相信美國人亦都唔會埋單，而福克斯嘅沒落已經塵埃落定。